我係一個喺香港做咗30年工商鋪嘅地產佬，最近咧就跟師傅咧學下啲能量水啊。第一就係揀鋪位嘅禁忌，記住咧要揀啲光猛開揚，陽光充足就等於自帶招財。有缺角暗角嘅，千祈咧就唔好掂啊！大門正正對住馬路嘅都唔好考慮啦。第二點，財神爺係有潔癖嘅，開鋪第一件事咧就要搞衛生，掃地咧記住咧由外向內掃翻入嚟，將財氣咧兜翻入個鋪度。廁所門用完卡閂啊，好俾衰氣咧走出嚟。第三點，斷捨離玄學，記住咧要留翻3分空間，等呢個財運咧都可以呼吸下。第四點，紙箱改造大法，空嘅容器咧係會吸走財運嘅。啲空盒啊、膠袋啊，抵抌咗佢啦。第五點，時間管理玄學，鋪頭個鐘咧慢1秒，財運咧就遲到1整年。全部鐘咧同我嗱聲較快15分鐘，約客戶傾生意一定要早到。時間行先，財運咧就自然追住你跑啊！唔好問我點解，呢啲咧就係老一輩做生意嘅人咧傳承落嚟嘅智慧。信就有，唔信就冇咯。仲有5個超級絕招，試過呢啲招數咗，大家朋友記得翻嚟話我知啊！